女生也算是不简单的一个女生了，宁愿毁了自己，就是好。我在看这件事情哦，就是接下来三个人的问题，我们说什么都不对，说什么都不对，然后可以看得出来，谢欣是一个，她就是个飞蛾。火扑火，明知那是火还是扑了。我说她的个性很飞蛾，然后她就是牺牲都没关系，但这个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说，我说不出来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们感情纠结到什么程度？那只是说这个女生好执着，她似乎啦，就是一切，她把所有错揽到身上，只求一个委曲求全而已。所以这个女生也算是不简单的一个女生了，宁愿毁了自己，就是好，各自承担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对，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女生，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倒觉得可以给她一个机会了。艾琳姐，朱德利在现场连线，有啊。有没有念他说讲太多了？没有，其实他有解释他也是很冤枉，因为他连线的时候，因为已经公布 OZ 得奖了，对，所以那个时间他在连线的同时，所有人就会涌进来恭喜他，所以他画面是卡住的。突然电话塞爆，对，塞爆了，包括我了，我也知道恭喜姐，那我也不知道他要连线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全部会卡进来，所以他画面卡死了，所以他也说糟糕，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怎么一回事，我也听不到声音，因为他们就要把电视声要关掉，不然会有回送，所以他就只能一直讲话说怎么办，现在怎么办，所以他有点紧张，但他就开心了，所以原谅他。他真的是因为卡到了那个画面了。我本来有曾经想过说，他有6个奖嘛，如果他得1个奖，那我知道以前的金钟奖就得1个奖会有10万块钱的奖励。我本来是说1个我就给你10万，然后6个我就给你60万，这是阿姨想给他的奖励这样子啦。对啊，得1个也很棒啊。